专嘅有啲非爱看。哦。请问，若讲到一个人顶风神，是咧讲伊是安怎的人呢？登红行，嘿啊这个臭屁啊，敢是臭风屁，神嘛还。是新官还？是新歌？哦，哎呦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什么头壳无清楚啦。哦，为什么？是臭确定？咁也是讲红神，讲久会变好神。哦，那好好是好就真害苦，好是应该就是，嘿，头壳无清楚啊。登红神应该是摇摆臭屁，哦，摇摆臭屁，确定哦，确定哦。嘿好，咱来看者，摇摆臭屁对唔对？哎呦，容易，有，各加4000块。哇！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释一下。哦，咱这个电啊，就是讲电视，吼，就爱表现安尼有无？嘿啊，风神呢，其实有几啊款意思，不过主要就是讲摇摆臭屁这方面，足骄傲，还是讲足爱出风头，吼，这意思。